由于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还在苦海中浮沉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菩萨还是得要倒端下凡，要等一切众生都成佛，他才安心。因此，菩萨的愿力一直是存在的。只要你不成佛，我一定会再来。这就是菩萨他要成就自己的宏愿，所以一次次的来到我们这苦海中，我们这苦海要来度我们这一些众生。那我们的佛堂也常说哦，我们是乘愿再来，乘愿再来做什么？要来打帮助道的。那地藏王古佛他的宏愿是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那请问各位学长姐，如今的地狱空了吗？也是还没空，还是很热闹哦，每天都在开 party 哦。但是我们的地藏古佛还是成佛了。还有我们的天然古佛，也就是我们的师尊老大人，我们的师尊也有3大宏愿哦。我们学界的伙伴，对于观世音的菩萨，对于观世音菩萨的宏愿，还有对于地藏古佛的宏愿，好像一般人会比较清楚。但是别忘了，我们师尊老大人他也有3大宏愿哦。第一个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在先天要度化众生，达本还原；第二个，在后天要移风易俗，实现大同世界；第三个，继往开来，要复兴中华固有文化。这是我们师尊老大人三大宏愿，也是我们一贯弟子大家需要一起学习、一起实现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哦，菩萨、古佛，他们到现在都已经成就了，不过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在度化众生。那我们想想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还记得自己曾经发过什么愿？有吗？各位学长姐，有没有记得自己曾经发过什么愿？现在呀，三期末解，上天大开普度，弥勒上生经也说，我们上次在说，弥勒净土的殊胜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弥勒上生经。那弥勒上生经也说，我们兜率天宫啊，诸佛菩萨不留一个在天宫，全部都来到这个世间了。那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要收缘，要收这三朝普度的缘，要来度尽我们世间的众生。心经啊，心经第一句话，相信心经大家都不陌生。心经第一句话就说，观自在菩萨，要我们能够观自己里面这个菩萨，要能先观自在这个菩萨，才能行深般若。然而诸佛菩萨他们的菩萨行就像观世音菩萨也好，地藏古佛也好，我们的师尊老大人也好，他们的菩萨行并不是他们要坐在那个供桌上让我们去膜拜他们，也不是要我们的心向外去求佛，而是希望呢，我们一般众生能够观自己，观自在菩萨，观我们自己，关照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然后知道我们每个人原本的真面目是什么。那相信三宝我们求道当天，三宝讲师也会跟我们分享，我们有2个心，一个是什么心？一个是我们的人心，一个是天心。好，那这个天心，我们三宝第3宝止害诀，叫我们要手抱止害诀，要让我们恢复我们原本的赤子之心，恢复我们的原来真面目。
所以《心经》他说：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是要我们每天要先学会学习关照自己的本来面目，用本有的佛性去误解，有了观之后，才有机会行深。不但要行，还要行深哦。就跟我们说，我们今天进到佛堂修办，不是只有进来修，也不是只有进来办，而是修办要一起。不是人家叫了我们才来，而是我们要深入。那般若是智慧哦，般若是智慧。如果行不深，就达不到那个智慧的境界。所以呀，我们如果可以行智慧之道，我们就可以脱离苦海，可以到达彼岸。我们的心啊，人心就会比较少出现，天心就会比较藏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呀，佛性哦，我们的智慧光就可以照进五蕴皆空。那我们知道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。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五蕴使我们迷昧，我们都知道嘛，眼睛喜欢看好看的，看漂亮的，对不对？耳朵喜欢听自己喜欢的音乐，鼻子喜欢闻香的，嘴巴喜欢吃好吃的。那这五蕴啊，如果经常的刺激，它会使我们迷昧，我们会莫名其妙、糊里糊涂的，让我们的心去受到蒙蔽。所以呀，我们礼拜天亲口班啊，然后最后在讲愿文的时候，后学有上，因为今年后学在小天使班服务，那最后愿文大家一起上课，后学有上去听课。那后学上去的时候，刚好吕典涵师他就有讲到亲口嘛，我们都知道，今天亲口班亲了口就是怎样？对啊。就是看得到的，就是我们不可以再吃荤食，不可以再开斋破戒。然后看不到的，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要符合中道。那吕典师有分享到一个小故事，他说，有时候啊，他会看到，有一些前贤啊，修行哦，好多年了，然后到老了啊，生病。然后生病人嘛，就是这个机器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本来就是可能需要保养啊，然后需要修理啊。可是呢，有一些，如果真的没有用智慧走在修行这一条路的人，就很吃亏。因为当医生跟你说，哦，你的身体不好了，所以呢，你要吃一点肉啊，你喝一点鱼汤，那会很有营养。结果呢，本来吃常斋的前贤或吃常斋的人，已经这样子持斋修行好多年了，最后在最后的关卡开斋破戒了。那一天后学听吕典是这样讲，后学觉得真的好可惜哦，真的好可惜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有人嘛，两化。这个由天到地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灵，是我们的灵性，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心。那这个比较短的这个是我们这个肉体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人怎样没有死的，所以这个肉体早晚有一天一定会不见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站在修行的路上，我们一定要运用智慧，要把这个妙智慧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每天来关照自己，这样子走在修行的路上呢，会比较安全。不然有时候因为别人的几句什么话，还是别人说什么，就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的主观。那对于菩萨行，后学自己是觉得菩萨行
这个是每个人对于菩萨行的认知是很主观的，所以呀，后学这边呢，想要先听听几位学长姐，你们觉得呢？什么是大家心中的菩萨行？还是讲到菩萨想到菩萨的行为，还是想到菩萨？您第一直觉是什么？那后学想要听听我们学长姐的分享，有没有那个学长姐愿意帮我们做分享的？举手一下。就菩萨哦，您第一直觉，您觉得菩萨是什么？有吗？不然后学我们思婷要分享吗？还是好？那后学有看到那个品琪，后学想要听您分享您认为的菩萨行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品琪很了不起哈，大家知道啊，度自己的父母亲和自己的长辈到佛堂求道是尽大大孝。我们的品琪学长呢，有尽了这个大大孝，所以呢，后学觉得我们品琪学长很不容易。我们掌声欢迎品琪学长跟我们分享。哇，突然要让后学分享，后学看不知道当时怎么搞，后学有点时间想一下。菩萨，我第一直觉就是但为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就是我宁可要别人过得好，我也不希望只有我一个人好而已。差不多这样。好，谢谢我们谢谢学长的分享，感恩。好，那后学想要听听我们世杰学长在吗？因为我们世杰学长最近很棒哦，我们世杰学长最近狂带着他之前度的求道人，带新朋友来求道，所以呢，那个世杰学长一直是后学还蛮想要学习的榜样。好，世杰学长没有在线上。世杰学长没有在线上。好，那没关系。那还有没有前贤想要跟我们分享您认为的菩萨行第一直觉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个不领任举手了，不领任。拍摄后学是博洋。博洋学长。后学用那个妈妈的手机来分享一下。对，后学觉得菩萨就像刚刚学姐有讲的，就是菩萨就是有很多愿力，那他的愿力呢，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都是为了别人。那也正如刚刚品吉学长分享的，什么不愿众生得离苦，只愿不为自己求安乐。后学觉得听到刚才听到品吉讲这句话，后学觉得还蛮感动，然后这个就是菩萨，对，因为他就是一直想着别人。那通常我们讲菩萨就会讲到那个慈悲。那后学最近有看那个视频啊，就有那个法师讲什么是慈悲。那慈呢，慈就是就是不求任何回报的让人家开心，这个就是慈。那什么是悲呢？就是想办法让人家脱离他那个痛苦，这个就是悲。对，那会觉得那个菩萨就是符合慈悲这两个字。那后学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可以。那个就是后学觉得那个和老前人，就是还蛮符合慈悲这句话的。因为之前那个和老前人来台湾的时候，就是很辛苦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火池团帮办都知道，那个从无到有很困难。那之前和老前人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其实是有点被轻视，因为人家那个台湾人都会讲
大陆同胞叫外省猪，就是很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很落后这样。那他们来台湾的时候，其实人生地不熟啊，然后也听不懂台语。那何老前人当初在开办的时候，就每天扣那个献香的时候叩首，就是希望老母慈悲拨转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献完香嘛，就会看到那个香啊飘到哪一个方向，然后看他往东的话，然后那个老前人他们啊，何老前人他们就会去往东，就是依照那个仙佛的指示，然后去度化有缘众生。那因为何老前人他们其实都有读过书啊，所以他们就会用他们自己会的方式去跟众生结缘。有一次他就想说那个要怎么度化众生，因为他们会讲国语，然后呢他们就会教那边的人讲国语，然后就跟他们说就是说我要教你们，但是我们要收费，对，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想跟他们收费，他们只想要跟他们结缘，对，所以呢，他就跟那些学生说，如果我1个月啊，如果有请假1次的话，我就不跟你们收费，对，然后呢，就上前3个礼拜，那个何老前人他都有来上课，就第4个礼拜，他就因故缺席，然后再到下个月的第1个礼拜，他又开始上课，然后那些学生啊，其实那个都就是觉得那个何老前人教得很好，对啊，也想要给他学费啊，但是何老前人就很慈悲的说，不行哦，我要收学费，我先跟你们讲，我要1个月内4次我都有来上，我才会跟你们收费。然后这些学生也是听到就好，那我知道了，对。然后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，然后跟何老前人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何老前人是很有德性的前辈，所以他的一些生活态度，然后他的一些做人处事都感动这些学生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有了我们那个新义的后学这样，所以后学觉得那个前辈者就已经展现了什么叫菩萨行，就是慈悲的精神，对。那包括了我们点传师，然后还有顾问，然后后学也想说点传师真的是很慈悲，因为点传师就是一接到说如果哪边要办到的话，他会立刻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，然后就去。然后换作是后学想说，后学有办法这样吗？可能没有办法，后学可能还是现在以工作为重这样，对啊。然后后学有想到那个顾问阿北，他把那个他们佛堂捐献给大家用，对，后学觉得这个真的都很不简单，都是很有智慧的大德者，知道什么事情是取舍啦，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只有在人世间，就像钱财，它就是在人世间可以用。那我们老了100岁年后，其实就用不到了。那我们不如善用这些东西，能够利益大众。后学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行，所以我们要多跟我们的点传师顾问，还有连任、副连任前们学习。以上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讲太多了，抱歉。不会，谢谢博洋学长。博洋学长分享的很棒，我们品奇学长也分享的很棒。品奇学长有跟我们说，菩萨就是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就是希望别人好。对，菩萨真的是这样哦，就别人好，必后我的后，不会要我好你才好。对，那博洋学长刚刚也有讲到我们的何老前人等等后学啊，也会分享我们何老前人的5大牺牲。我们真的，我们新义组真的感恩有幸有我们何老前人的5大牺牲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修办的这一条路就没有这么样的安稳，没有这么样的平顺。所以啊，我们刚刚博洋学长也有提到啊，我们佛堂我们看得到的就是，
我们点安师啊，点安师只要点到，或者是佛堂有什么事，一通电话一定要到。那我们一些小后学啊，有时候可能人家在叫了，还在那边支支吾吾的，要，不要，要，不要，所以啊，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，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典范。但是后学觉得啊，今天要行菩萨行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有这个愿，要有这个信愿。因为啊，有愿就有行，有了行动才会成功。不然呢，如果我们每天在那边想，点安师这么不简单，点安师那个二话不说，全现在到场，顾问这么不简单，可以舍这么大的佛堂给众生使用。哪一位前贤这么不简单，可以怎样的？如果我们每天就想，请问大家会不会成？好像不会呢。所以我们发现刚刚后学举的3位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古佛，还有我们的世尊老大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愿行。那这个愿行，这个愿呢，它是原来的心。它是原来的心，就是我们原来自信佛原来这个观自在这个菩萨的愿。所以呀，今天我们身为白羊起的修行人我们要学的是菩萨道。那愿行的愿，也就是菩萨之愿。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老师是谁吗？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济公活佛。那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会叫济公活佛？很妙，对不对？其实济这个济济就是给出去嘛，就是帮助。那这个公呢，就是为大家无私，这个公就是公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这个活就是火的相反词，就是死嘛，就是不死的活，就是活生生的那佛讲的就是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天心佛性，就是我们从天上接到地上来的这个天心佛性，这个人的这一撇的天心佛性。所以呀，我们呢，我们要学我们的济公老师，要济世救人，要度化世间上的众生。那唯有用无私的心才可以办到，因为这个无私的心是不死的，而且是活生生的天心。那我们济公活佛这4个字也是，就是字面上串起来的这个意思。对，那要做我们如果做众生的事，就会变活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的是公事，所以是济公。那如果只做自己的事呢，就会怎样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呀，这是每个人的选择。只做自己的事就会变成信徒，因为怎样？因为只为了私，就是祭司。所以后学觉得我们济公活佛，我们济公老师的那个法号非常的有趣。那就像我们老师说的，在修办的路上，我们要修办并行。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白羊起的修行法门呢，跟青阳起、红阳起是不一样的。因为青阳起跟红阳起，他们是修罗汉道，他们是修治疗汉。当他们内修到3000功800果圆满，他们就可以成就罗汉道成就罗汉道这样的果位。但是呢，我们白羊起不是要修这个，我们白羊起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白羊起是三草普度，三草普度，天地人要同时怎样？同时圆满。所以我们修的是菩萨道，要度化众生的。对，那刚刚品奇学长有讲啊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，
哎，为什么以前他们修的是罗汉道、阿罗汉，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要修菩萨道？那罗汉、菩萨跟凡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后学自己觉得啦，罗汉呢，他就是把自己修得很圆满，然后没有什么不好，就是即使他一个人单独在一个地方，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，然后自律也很好，这就是罗汉道。他呢，就是为自己着想，可是他不会到外面去行外功，把自己做好。对，在内修得很好，但是于外却没有去行外功。那菩萨呢？菩萨就不一样喽。后学的认知，后学觉得菩萨除了刚刚我们讲的，他除了把自己用智慧把自己做得很棒很好之外，菩萨呢，他是很有为的，在为众生做事，很有为的在度化众生。为什么说很有为？我们来想想哈，如果今天我们要去，好，就我们来讲，四姐好了，四姐还没上来啊，四姐啊，那一天，清口班那一天，她有带她一个朋友来求道，那临时申请的哦，临时申请的，那也只有一个人。那为什么四姐呢临时申请求道？就是因为啊，她在滑 FB 的时候，刚好滑到她有一个国中同学，据他们说，已经好多年，高中、大学都没有见过面。那因为他那个同学啊，去可能被朋友带去赌博，然后就短短的几个月输了100-200万。然后他那个同学很不甘愿，然后呢就想要报复，然后呢也自己心里也很想不开，会觉得人生呐，家里人家没意思，好，就也很想不开。然后师姐看到他这段 po 文，就立即马上打电话给他哦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带你来一个好所在。那我们想想哈，如果认识6-7年前的四姐，对，如果你认识6-7年前的四姐哈，伊若安尼跟你讲，你可能买惊。如果是6-7年前的四姐跟我说，学姐，走，我带你来一个好所在，后学可能会皮皮抓，因为6-7年前的四姐，那个人家讲的那个叫什么？所有的坏习惯都有，对，什么都有，然后现在全部都改掉了。那他那个同学那天来求道，听完三宝，然后也有前贤帮他慈悲之后，他突然之间他说了一句让后学非常感动的话，他说：“他们讲台语，他说我真正爱放下，我也无放下，我看。”我这条命的休去啊，嘿，有没有觉得他这个朋友也不容易？对，但是让后学更惊讶的是，四姐跟他那个同学的互动，那个同学跟后学说，那个四姐变好多。他说四姐的那个样貌，从以前她看起来就是有点凶狠，听说，见面。不是骂3字经，不是40戒一拳过去了。他说他们以前国中是这样相处，不过他说他经过了好多年，又看到现在的四姐，他说天哪，他那有一点啊，不是我是杀那个四姐，然后四姐就跟他说啊，来我们佛堂啊，每个人都是好人呐，每个人都不会把你拐去。做坏事也不会骗你的钱呐，对啊，所以他就说，他要介绍佛堂的人给他这个同学认识，对啊，四姐也很发心哦，昨天就还特别专程从上化载了红军也是四姐度的人哈，然后上礼拜吧，红军也度了2个人到一心佛堂求道，那四姐就
到善化载了红军，然后又跑到哪里？跑到嘉义，要去载他那个同学来。可是他的同学临时有事，所以没来。那我们来想想，师姐这个行为是不是菩萨的行为？很有为啊，对啊。